记住，把张家姑娘给我看死，不得有一丝松懈。是。来人，扶老爷上车歇息一下。 长沙王此人十分狡猾，不愿意写信留下把柄，只让我传口信给庞玉，就说这长沙王的王府大门永远向他敞开着。庞玉现在除了去长沙，已经走投无路了。是的，再加上如今他绕道潜逃，给了我等追击拦截的时间。那我就在前面找一个他的必经之地，恭候这位国舅爷。庞玉这么一走，他必先向东，然后折向南，路中必经之地乃是桃花径。桃花径？好。等等，于兄跟你一块儿去。哎，不必劳烦尊驾了，白玉堂一人足矣。多个人，多分力量。再说了，捉奸贼，我也有责任哦。哎呀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师兄啊，你能不能帮小弟一个忙啊？胡爷尽管说，请你尽快去一趟陈州，告诉我大哥，让他呢沿着庞玉逃跑的路线，在后面赶鸭子向架，我呢就在前面张网捕鱼，前后夹击的话，胜算更大。胡爷，就算于兄现在出发赶往常州，也需要半天日程。这样一来，到时候你不就跟庞玉接上火了？哎，庞玉这个人生性多疑，如果后头没有追兵的话，我怕他会更加怀疑的。我就怕他到时候再给我来一个声东击西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我们恐怕就真的要把这只大鱼给漏掉了。五爷说的在理。师兄啊，后会有期了。小心，在意。上，上，上，上！我就搞不明白，这国舅爷昨天都把张家妹子当心肝宝贝，今天怎么就把她当成奸细了？我也不清楚，反正昨天国舅爷暗中吩咐我，只要一下地道就把他钉死，一出地道就把他拿下。那他没说如何处置？说了，如果路上遇到追兵和阻挡，就把他当人质。那万一一路一马平川，平安无事？这个，二管家，你是国舅爷的心腹，等到了长沙之后啊，你跟国舅爷说说。这么标致的女子，一刀杀了，岂不可惜呀？让我们也多玩玩啊！他打头战先吃肥肉，让我们也跟着啃啃骨头，喝口汤呗啊！谁说不是的？只是这张家妹子她怎么可能是奸细的？昨天晚上她家哥哥都跟着我拼死杀死，为了国舅爷的性命，不顾自己的人身安危啊！听说这女子啊，性子刚烈，野性十足，曾几次顶撞国舅爷。那也不能说明她是奸细。二管家，你说的对。要真是奸细的话，怎么会当面顶撞国舅爷呢？是吧？这就是这个理儿啊！大哥，大哥，怎么样？哎，二弟，怎么样？找到没有？不要着急，等五弟抓住了庞玉，自然就有二弟妹的下落了。
大爷、二爷，包相爷到了。走。见过相爷啊，诸位辛苦。来，请。庞玉呢？哦，正在四处缉拿。哎呦，二公家，我去方便一下啊！哦，快去快去！你们过来，来，各位，这2天舟车劳顿，都辛苦了，大家趁此时机好好休息一会儿，打个盹儿啊，休息一会儿。你去那边，你去那边，休息哈。二弟啊，吉人自有天下，季姑娘不会有事儿的。如果庞玉他们真的是从地道逃走的，很可能已经摆脱了五爷的追踪。五爷心高气傲，如果他一旦发现猎物逃跑，他一定会向长沙方向追去的。庞玉不会想不到这一招啊！如果他想绕道的话，他只能向东。如此说来，我们应该兵分2路，一路向东追寻，另外一路快马加鞭，直插长沙方向。相爷，我与韩二爷和雅兰姑娘一路往南追寻，大爷、四爷、三爷还有秋葵，你们一行人向东追寻。不行，南面这路人马太少了，我不放心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不行，如果白玉堂真的在南边的话，你们都不好去。我叫母老虎让给你。三爷舍得跟三嫂分开啊？你想多了吧？我是让我家母老虎啊盯着你，省得你对我蓝妹妹不规矩。就是，人家雅兰姑娘那可是五爷老早就打了白条号在手里的姑娘，哼，俺们呀就是要看着你，不让你打人家雅兰姑娘的主意。三嫂，岳公子不是那样的人。这月华公子和雅兰姑娘都是坦坦荡荡的君子和淑女，如此随便一人操守，恐怕会伤了朋友的情分呐。就是，相爷说的是。醒醒啦，都醒醒，出发了，准备。快点，都起来了！快！妹子，睡好了没有啊？睡好了，咱们上车。哎呀，你看，我就知道你这个睡姿不舒服啊。但是没关系，上到车上之后，到本国舅的怀里来，那才是神仙地方啊！来，起来！都别过来！谁再过来，我就要了他的狗命！都别动！只要你们不动，我就不会伤了一根汗毛。千万别动，这女子阴古怪状。好了，商量什么呢？快救本国舅！国舅爷，我们正在想法解救你。张姑娘，我们可以放你走，但是你不要伤国舅爷啊！只要你们不过来，我就不会动他一根汗毛。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要动花招。你要敢甩花招的话，我这刀子飞出去，20里之内，想去那份性命，记住反掌。好，
梅子，你说你这是，我绑你是怕你任性去找你哥啊！我对你没有恶意的。来，你少跟我废话，只要你不要动，我这刀子自然不会咬到你的肉。郭教你没事吧？我追！抓活了啊！别烧着了！驾！站住！站住！老爷，崔边社死了，张姑娘一刀给。张姑娘人呢？跑了。喂，这把刀是谁？老爷，这是我的，你的？那你怎么到处乱放，不收好它？来，收好住。哦，对了，崔健呢？吃里扒外的东西。把车都卸了，上马出发。赛华姑娘，沈大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刚刚从庞玉那里逃出来。哦，那庞玉在哪儿？庞玉他就在前面，现在可能已经离开了。哦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白五爷应该在那儿等着庞玉。沈大哥，你见过五叔了？原本我和五爷要一起去取那庞玉，只是五爷担心我抢了他的功劳，一个人单自去干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便绕个圈儿，慢慢的跟着白五爷，助他一臂之力。五叔，他就这个脾气。沈大哥，你可千万不要跟他见气。哎呦，要跟他见气的话，我就不会来到这里喽。沈大哥，我同你一道去。你这身子行吗？我行。好，走，这样，正愁没有趁手的兵器。玉，庞了。
就是他救的我，没有想到。既然如此，挖个坑，将其葬了，也算是送他最后一程。国舅爷，这就是桃花津的地界了。好，过了这儿我们就安全了。走。是。白玉堂，白玉堂。庞玉，看到你五爷在此，还不下马就赴？国舅爷，这样怎么办？国舅爷，好像就他一个人吧。先别着急，本国就先试探试探他。白玉堂，双拳难敌四手，我们这么多人，你一个人怎生对付得了啊？哼，不要说只有20多人，就算是千军万马，我也要在万军丛中取你的首级。果然是他一个人，你去上，把他杀了。只要我们这次成功摆脱，上黄金100两；杀死白玉堂的，上黄金1000两。白色的剑，灰色的剑，黑色的夜，冰冷的泪，激情的夜，一抹残月，绚烂的光，沸腾的血，一抹语言，冷冷的笑。白玉堂啊，白玉堂，你还想杀我？你连我身边都到不了！累死他！累死他！累死白玉堂！再加100两黄金，200两！来吧，时间，烈火在蔓延，瞬间燃尽这黑夜。野火在蔓延，燃烧着无尽的夜。白色的剑，沈大哥，你快看！白玉堂，来杀我呀！你来杀我呀！白五爷被众人围困之中，那我们赶紧下去救他。怎么救？先抓住庞玉。这擒贼先擒王，这个主意不错。只不过这样一来，白五爷的面子往哪搁呀？那我们就打散这些镖师，让他去抓庞玉。好主意。沈大哥，你这又是为何？不能让他知道我是谁。以后就算有人问起来，你就说不知道。家妹子，顶住啊！顶住！我操！你赶紧去抓庞玉，这里交给我了。都给我听好了，包大人他已经赶往陈州，庞玉他是无路可逃了。你们何苦跟着一个行将灭亡的人去陪葬？季姑娘，这里没我事儿，我得走喽。沈大哥，后会有期。
后会有期。别上，别上！白玉堂，你这么折腾本国舅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张家妹子，张家妹子，我们的人来了。好，告辞了，二嫂。五爷这是去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他这人就这样，说走就走，谁也不知道原因。雅兰，你还不快追！五爷等。我不许你碰他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没事吧？轻声点。哎，陈州的父老乡亲们，听着，钦差大人、包大人开衙放告，你们有什么冤枉，可以找包大人申诉，他一定会为你们做主的。冤枉！静一静，大家听我说啊，相爷有令，咱们鸣冤告状的，有状子的直接给我们，没有状子的，看见没有？各位师爷替你们代写，全部免费的啊！哎，各位乡亲，大家放心，相爷亲口说了，每一位乡亲，每一个冤民都有权利，也都能够把状子呈到堂上去。大家排个队啊，慢慢的，不要互相挤。慢点啊，别挤啊，别挤，别挤，别挤！大爷，慢点嘛。击鼓升堂。终于找到这个老子了，终于为我们老百姓伸冤了。戴庞玉，戴庞玉，戴庞玉，谁愿不杀？跪下！老者，你是钦差，我也是钦差，你没有资格抓我审我。庞玉，陈州的百姓状告你身为钦差，奉命赈灾安民，然而你却有负皇恩，到了陈州之后，不但不赈灾安民，反而大肆的搜刮民财，强抢民女，私吞官银，圈占土地，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。你说，可有此事？是吗？
一派胡言，完全是诬陷本国舅。庞玉，事到临头，你还在狡辩。来呀，带陈王氏上堂。传陈王氏上堂。传陈王氏上堂。民妇拜见青天大老爷。陈王氏，是你状告庞玉，带人强抢你的女儿，打死了你的丈夫，烧毁了你家房屋，可是属实？件件属实。那天，国舅爷派人来抢我的女儿，我丈夫上去阻拦，被他们打成重伤，民妇也被他们打伤。可怜我的女儿，她才16岁啊，被抓进皇清花园，不堪忍受那群畜生的折磨，从那百花楼上跳下来，活摔死。可怜我那本就身受重伤的丈夫，听到音信，当晚就气得吐血身亡了。女儿啊，那庞玉可是你亲哥哥呀。我知道，可是我再厚着脸皮去求万岁，将圣旨求下来，赶往陈州也来不及了呀。娘娘，那包拯虽然胆大包天，得理不饶人，可有一条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他都会严格按照律法规矩办事，有条不紊，按部就班。那又怎样？我想，你哥哥的案子没有10天半个月，那是审不完的。如此，娘娘就有了充足的时间求告万岁，颁下圣旨，然后我们飞马赶往陈州。爱妃啊，看你哭成这样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？万岁，求您赶紧救救我的亲哥哥吧！庞国舅，他怎么了？万岁，那包拯到了陈州以后，根本就没有去抓白玉堂，而是放火烧了我哥哥的钦差行院，还把我哥哥抓入了死牢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不会吧？虽说这包拯有时候连朕都敢顶撞，可是朕觉得他也是站在理上。平时他是不会的，这次他怎么会去烧了钦差行院，还有抓了庞国舅呢？这应该是传言吧？万岁如不相信，可马上派人赶往陈州，将那包拯与我哥哥一起叫回京城，当面对质。爱妃啊，这事儿就有点难办了。这次包拯到陈州去，除了要去缉拿白玉堂和沈仲元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，那就是受了母后的嘱托，除了要慰问陈州的灾民之外，还要去焚香还愿。如果朕现在就把他招回来的话，朕对母后不好交代呀。臣妾就斗胆，求万岁再给那包拯下一道圣旨。下什么圣旨啊？告诉那包拯，无论庞国舅犯了什么样的王法，都应该押解回京，由万岁您亲自预审，然后再按律处置。好吧，朕答应你。万岁，打算让谁去陈州宣旨啊？那依爱妃之意呢？臣妾以为臣妾的姐夫孙荣最为合适。好吧，朕也答应你吧。娘娘回宫。娘娘，喏，这是圣旨。娘娘。还是娘娘有办法呀！光
是有了正职，还不敢说是一劳永逸，那包拯会不会买账，还真让人揪心呢。有了这道圣旨，能救出你哥哥最好。若是救不出，我们必定是饶不了他。我们要以他抗旨不遵为口实，把他自己送上那口龙头大闸。对，他包拯敢抗旨不遵，本宫就敢大闹后宫。报告孙大人，前面就是长坡镇，是一个十分热闹的集市。这里离县城还有多远？30来里。到镇上找一家最大的客栈，住一宿。是。驾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什么地方？现在时辰还早呢，再陪我睡一会儿。你们什么人？别动我！大爷，睡一会儿吧。来人啊！来人！哎呦，大爷，再睡一会儿吧。什么事儿啊？大清早嚷嚷什么呀？快说！跑了人贩还是来了强盗啊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啊！香春院啊。大爷昨天晚上进来的时候没看清牌子吗？放肆！老爷，我是怎么到这个地方来的？哟，大爷，您自己走进来的呀？你昨天晚上点了3个姑娘，还喝了半宿的花酒，做了一夜的神仙，怎么现在就忘了？胡说八道！老爷，我什么时候点了花酒，要了姑娘？哟，大爷，你看你连裤子都没提上呢，就想赖账，
那可不行。我裤子呢？我裤子呢？我的裤子呢？给老爷把裤子拿来，老子要穿裤子。一会儿嘛。哎呀！我是朝廷命官，你们如此无礼，你们会追悔莫及。少废话，赶紧跟我走！哎，老鸨，这发生什么事了？这狗东西昨天晚上我们香春院里睡姑娘喝花酒，大早上起来不给钱，还冒充自己是朝廷命官。我没有睡姑娘，我没有喝花酒。那你们这是要把他带哪儿去啊？我们领他去见县官去。啊，一超看热闹。来啊，带双方当事人上堂。带双方当事人上堂。大胆狂徒，见了本官，为何不跪？你就是这里的县令啊？正是。知道本官是什么人？本官？你也是朝廷命官？兵马司都统孙荣。哦，兵马司都统孙荣。现在知道啦？没听说过。你当今太师庞吉，你听说过吗？当今太师庞吉，那是万岁爷的岳父啊！这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啊？我是他女婿。大胆狂徒！哼，当今庞太师的女婿，乃是万岁爷，你竟敢冒充万岁爷！来呀，先给我重打40大板！慢！我说县令大人，你可得想明白了，啊！庞吉太师有2个女儿，我娶的是大小姐，万岁身边的那是2小姐。你等一会儿，我倒一倒。庞太师有2个千金，对，你娶的是大千金，没错。万岁爷娶的是2千金，正是。哦，原来你的夫人和万岁爷的夫人是亲姨姐呀。这你算说对了。有道是姨姐姨妹一家亲，你夫人也是万岁爷的半个老婆。胡说八道！你说什么呢你？我是说呀，您的夫人，可以享受半个妃子的待遇。那是当然了。如此说来，你真是皇亲国戚。属下官有眼无珠，还望恕罪。父母大人，你别听他一派胡言。他昨天晚上到我们香春院后，自称是做苏朝生意的老爷，然后还要说给我们香春院里的每一个姑娘都做一套衣服。今天早上我管他要银子，他一个子儿都摸不出来。为了赖账，他冒充是京城来的老爷，还想吓唬我们，请父母大人明辨。胡说八道！你这个泼妇，我什么时候喝花酒了？我什么时候要姑娘了？你就喝花酒了，你就要姑娘。好了，都别吵了。你说你是朝廷命官，那你有什么证明啊？我的随从都在长坡镇，你叫了一问便知。长坡镇？长坡镇在什么地方？回大人，长坡镇在高平县境内，离这儿多远？大概有40里。本官昨晚就住在那里。